人嘅世界本嚟就係各有各嘅難言之隱，各有各嘅身不由己。你唔可以對愛人道嘅心事，嗰啲冇辦法同人哋共鳴嘅情緒，你要識得揾一個自己排解你自己情緒嘅渠道。你人嘅煩惱同邊個講都唔適合。你與其同我講，你不如諗下點樣治癒。你與其同我去爭論呢啲咁樣嘅話題，你不如保持沉默，咩都唔好講。大家都知道成年人嘅世界從來都冇容易兩個字可言嘅。有邊一個人唔係夜深人靜嘅時候將個心挖出嚟縫縫補補，然後再小心翼翼咁放翻去，瞓醒之後又若無其事咁面對新一日嘅生活啦。唔單止你係咁，每個人都係咁樣。所以人生有啲痛苦係需要自己去治愈嘅。你要接受自己嘅狼狽，亦都要理解自己嘅平凡。唔好講從前係點樣，都唔好講如果點樣。我哋要努力過好而家，希望將來因為而家嘅努力而越嚟